大家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新闻报道诈骗集团抢在县比邻家做钓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字一字第7条，嘛人读做字。字就是为了要掠动物，用来骗人的食物。买当困快来讲，要啥人骗人的物件，像咱讲钓字，来药字代表是补身体的药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鱼字，代表是钓鱼啊，或者是掠鱼仔的时，要生鱼仔来食，钓伫咧钩啊，或者是讲要生因吸入去到网仔的下面。另外第二个词读做钓字，这个意思就是钓鱼仔的时用的鱼字。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讲要生目标，互人骗的物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都要特别注意，最近变成啊集团拢用水查某囡仔来做钓字，有时阵佫会找一寡爱钓鱼仔的人，加成日咧卖鱼字，要甲人熟悉。其实是要骗人的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字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